高雄大社的枣仔去年受到雨水影响，产期延后，产量减少。佮当到最近物件伫咧起价，嘛影响到枣的价销。即马枣仔大出啊，农民真惊着贼头。警方特别规划保护枣仔专案，无定时来加强巡逻，甲农民合作做伙来保护枣仔。大社的牛林蜜枣就亲像细粒苹果，即马开始大出。农会人员这几天无用咧包装，赶买伫过年前出货，有民众直接走来农会买。今年蜜枣受去年大水雨影响，产季延后，产量减少，尤其大粒的价销嘛淡薄仔起价啊。市面上的吼，按1公斤嘛爱拍到180块，160块至180块左右。5粒上的哦，今年特别少。拍到300块以上，但是这细粒仔吼，跌的这吼，就是讲3两下的这，有得俗称就90块。大社蜜枣才种100公顷，产量唔是高雄上济，不过品质好、价销好，这2档定定有农民着贼偷，蜜枣全部互人偷办去。辛苦几年，佮用偷办去吼。嘿啊，种迄落的呢。以不定时、不定点、不间断的巡逻方式。来共同保护本辖大社的3宝之一。因为蜜枣产季开始，警方特别出动来护枣，加强果子园的巡逻。暗时看到警车的警示灯出现，农民嘛会感觉较安心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